好卡啊！我覺得依家都非常之卡，因為冇人入嚟睇我。Hello，歡迎中國隊長，你係第一個人入嚟我直播間㗎，歡迎大家。仲有邊個啊？中國隊長可唔可以幫我點點讚？仲有 KIE，仲有嗰隻正傳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仲有邊個啊？Hello，希望大家可以同我點點讚，因為太耐冇直播啦。Hello，你哋好，南星子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全部你講話真難聽啊！嗰隻正傳子，你係咪傻㗎？你可唔可以評論多我幾次啊？因為你咁樣評論多啲人入嚟睇，多謝你啊！嗰隻正傳子，歡迎用戶飛你哋，多謝隊長可唔可以同我點點讚？多謝 YA， 謝謝 YA 哥哥送給我的自動麥。太卡了剛剛，然後我就下播了。因為剛剛太卡啦，所以我就落咗播，所以希望你哋可唔可以幫我點點讚啊？其他人多謝好耐冇見同我點讚，仲有其他人幫我點讚啊！為什麼？歡迎回球，歡迎大家。大家可以同我點讚，仲有點我嘅粉絲燈牌，仲有嗰隻好耐冇見，記得點一下我作品啦。OK。大家記得幫我點讚，知道未？但係依家因為冇人出現，太奇怪啦！依家非常之少人。Hello， 小小們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只怪夜太靜，你哋好，多謝你啊，辛苦晒你啦，嗰隻 YA。多謝你哋嘅點讚，仲有關注我。Hello， UU 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仲有邊個喺度啊？我依家睇下先，你哋全部關注下我啦。仲有嗰隻麥你好，關注下我。仲有同我點點讚，點下我新嘅作品，因為呢個新嘅作品影咗咁辛苦，之後呢又冇咩人點讚嘅。可能因為我嘅帳號已經被限流啦。Hello， 歡迎嗰隻浪子輝，你哋好。Hello， 歡迎氣滿滿。多謝你嘅點讚，你唔使點啦，辛苦你啊！我會唔開心㗎。其他人全部都幫我點讚啦，其他人全部都可以同我點讚，因為呢，點讚先有人入嚟啊！因為依家太少人啦。多謝你哋，只怪夜太靜，多謝你嘅關注。Hello， 歡迎榴蓮，歡迎大家。就如果大家覺得我手機有啲卡，你哋記得話畀我知道嗎？如果你哋覺得我手機太卡，或者話畀我知道，咁你哋依家6個人點解唔講嘢嘅？係咪因為我太安靜啊？真嘅咩？你哋話畀我知，究竟我手機有冇卡啊？歡迎小劉哥，仲有個小肥。羅小肥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自由泳，你哋好。你哋覺得我依家有冇卡㗎？直接話畀我知，係嗰種邊種卡啊？係咪卡好耐嗰種啊？哇！多謝送畀我第一個禮物，雖然係小禮物，但係非常之開心。多謝氣滿滿，多謝氣滿滿。如果送多一個比心兔兔之類啲就好啦。係啊，因為我太耐冇直播啦，所以好少，依家好少人送吧。
HENR，你哋好，你哋猜我喺邊度啦？多謝，希望你哋可以關注下我，多謝小劉哥嘅關注，仲有你哋點讚，記得啊！咁如果你哋唔送嘢俾我嘅話，可以點讚下我新嘅，肯定唔可以請你飲啦！你係男生嚟㗎，我點解要請你飲嘢？YA，肯定係嗰隻氣滿滿會請我哋飲嘢嘅係咪啊？多謝氣滿滿。我確實冇食飯啦，因為我今日食咗嘅一個麥當勞嘅薯條之後就飽咗啦。因為咧最近我直播大家麥勁都冇送俾我，所以非常之慘。因為我直播連麥鏡都冇收到，先係非常之可憐。多謝小劉哥。因為嗰個小劉哥應該會送個麥鏡俾我吧。哇哈哈！多謝送俾我嘅玫瑰花，希望送多幾個。多謝一個小心心，原嚟我先算一個小心心嘅，可唔可以做個墨鏡俾我啊？多謝。哇哈！紅塵過客，你哋好，我準備落播啦，大家快啲支持下我。主播先食咗一次麥當勞啊，我非常之餓啊！多謝小劉送俾我嘅禮物，多謝紅塵過客。依家族嘅粉絲燈牌，所有人族起身，粉絲燈牌同其他大哥走起身同一條路線，千祈唔可以學其他人送小心心俾我。多謝多謝，大家全部人加我嘅粉絲燈牌，立即關注我，立即。哇哈哈！太耐冇見啦，好彩我發嗰個視頻，你哋有同我點讚，因為太傷心啦。多謝真愛玫瑰送俾我嘅，多謝紅塵過客，多謝你，非常之開心啊！琴晚點解我直播？因為我冇禮物啊嘛，我點解直播啊？我次次打 PK 次次都輸，因為我每一次打 PK 每一次都輸，我點解要仲堅持直播啊？因為你哋都唔理我嘅，只有我隻紅塵過客理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快啲關注我啦！咁難先拆到一個廣東嘅女生，小心心3個過期，你重新續一下費啦，立即送個小心俾我啦 ！Hello， 多謝真嘅點讚，仲有嗰隻總裁點讚，所有人只要你同我點讚，我都會讀出你嘅 ID 嘅名。係啊，因為主播要起身炸薯條啊，太慘啦！全部人同我點關注，1點關注，2點讚，我就會讀你嘅名。多謝德福嘅關注，多謝1、2、3、4、7、8、9嘅關注，多謝 YA 嘅點讚。Hello， 10月奇蹟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全部人入嚟嘅，多謝。多謝大家支持下我啦，希望紅塵可以再支持下我，咁樣我先會有動力。多謝冇名關注我，嗰個都唔起名嘅，嗰啲名都係空白㗎。你哋係咪00後嚟㗎？點解你哋名係空白嘅？多謝冇名嘅關注，多謝月嘅關注，多謝。哎呀，你威乜嘢威啊？你點解唔理我嘅？關注都冇關注我，都唔係我粉絲嚟㗎吧？原嚟冇關注我嘅，仲話愛黨愛國，舉咩手啊？關注我啦，大哥！依家直播間10幾個人啊，依家喺屋企嘛，我仲可以喺邊度啊？依家所有人聽好啦，只要你哋覺得我手機有啲卡嘅就打個1字啦，如果覺得我手機唔係好卡嘅話就打個2字啦。多謝，點解你哋覺得我唔好睇？覺得我好睇點解都唔關注我㗎？我又覺得我好醜樣啊 ，sorry。多謝，因為我準備落播啦。如果要支持我嘅咁，快啲支持下我，因為我下次都唔敢直播添啦。可能因為我諗住聽日繼續直播嘅，唔係好卡啊？可以關美顏嗎？唔可以，肯定唔可以關美顏㗎，因為關咗美顏之後會點啊？關咗美顏之後，我就會唔開心㗎。你哋大家
大家可唔可以送個小心心俾我啊？多謝你個關注，多謝你個關注。如果關注我嘅呢，立即去點讚一下我呢個。冇事冇事，只要嗰個12345只要12345關注我就得啦。多謝關注。天道陰勤，你哋好，多謝五官端正啊，牙齒整齊好漂亮，多謝。因為有你哋喺度，所以我牙齒越生越整齊啦。因為有你哋喺度嘅話，我啲牙齒又越生越整齊，越嚟越靚女。多謝你哋送一個小心心俾我，支持我呢個咁慘嘅主播。我係呢個最慘嘅主播啦，因為我今日呢個墨鏡都冇收到，仲要話係乜嘢？但係我好開心噃，開心你又關注我啦。關咗未啊？老10歲冇事㗎，我就鍾意老，即係因為如果你覺得我老就意思就係覺得我成熟啦。因為有啲人講我生得好似12、13歲，我仲加唔開心啦。多謝星星話我老。Hi，hello，hello。多謝。你哋快啲關注下我，快啲，因為我準備落播啦。仲有紅塵過客你愛一下，仲有嗰隻咩文士話你哋好，歡迎大家，小真你哋好，關注下我，歡迎蔡同學你哋好。Hi，歡迎小珍珍全部關注下我。依家求你哋講一個心事，其實我係非常之傷心，雖然你哋好多人都有關注我，係咪啊？但係我同你哋講，我有一個真係超級唔開心嘅事，就係因為我發咗一個好新嘅作品，但係你哋冇同我點讚，所以我覺得好傷心。我之前發作品可能有300幾個點讚、400幾個點讚，依家100幾個點讚，太慘啦！然之後仲要講一個非常之大嘅事，就係我開播冇幾耐，希望你哋立即關注下我，同埋點讚，因為我等間仲有幾分鐘我就要落播啦，希望你哋快啲，而家立即關注我，而家即刻去關注我啊！多謝你哋嘅點讚。多謝你哋嘅點讚，仲有支持我，多謝貌似有關注。要俾小心心，立即表示俾小心心我啦，因為我準備落播啦。仲有嗰隻紅塵啊，小珍珍啊，立即支持下我。係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先。大家可以支持下我。哇！多謝貌似，希望今日可以收到比心兔兔呢啲墨鏡啊、熱氣球呢啲啦，因為我都唔需要咩保時捷啦，因為我啲家身份根本開唔上咩保時捷咁嘅禮物咋。因為依家我啲身份根本配唔上咩保時捷呢啲禮物啦。因為依家變得越嚟越差。OK， 咁應該有嗰隻比心兔兔吧，雖遲但到。耶！我先許一個願望咯，等我趁大眼應該有。咩類型嘅主播？可憐類型啦。大家快啲啊 ！Hello， 歡迎同學，歡迎馮先生，多謝我哋同學嘅，多謝同學嘅點讚，多謝同學最好啦！幾時可唔可以俾個墨鏡我啊，同學？因為我依家要重新點返奶茶飲啦，多謝同學，多謝小藍同學嘅永遠支持，同學永遠係最好嘅依靠，同學永遠係我哋直播間最好嘅依靠，因為當我可憐嘅時候，佢就會出現喺我嘅直播間。Hi，
Jackie 一個小心都冇，我仲表演咩啊？可以表演，可以表演，但係你哋都冇人送畀我熱氣球，我點表演畀你哋睇啊？多謝8879嘅禮物，多謝你哋。可以表演啦，但係但係我而家冇禮物，我點表演咯？多謝同學送畀我嘅粉絲燈牌，同學非常之好。希望同學可以唔可以取關我？同學你要點讚我嘅新作品上人。我而家打開我嘅手機先，睇睇有冇人同我點讚新作品吧。我話我都唔知你咩主角，我係可憐主播啊！我講咗10次啦，我係可憐主播啊！Hi，多謝你哋嘅關注，Hello，你哋好。我係可憐主播，希望同學可以理我。仲有嗰啲咩紅塵過客呢啲都可以。我想表演咩才藝啊？但係我都冇墨鏡啊，我點表演啊？比心吐吐都冇，我點樣表演啊？Hello，你好，比心吐吐都冇，你覺得我要點表演呢？多謝 YA 嘅點讚。Hello，KRNG，歡迎大家。Hello，多謝你嘅點讚，仲有用戶6、53你哋好，571你哋好。Hello，多謝你嘅關注，咖啡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Hi，歡迎涼風。